妈妈，哪有人家妈妈鼓励自己的女儿交男朋友的？妈妈，我不是天才，我是地才。我就是因为他打我才大声，我才不跟他睡。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未来很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他也自己很会规划自己。对，然后他自己也是现在凹凸有致，然后去练重训啊什么。我都觉得你才几岁，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？他说：“妈妈，现在要走演艺圈，我告诉你，都越来越年轻了，而且啊，未来这个厉害的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一定要做好准备，对，一定要呢先准备好，然后赢在人家的起跑点。”很有自己的想法，有很多人追他，但是他就是我跟他说，其实妈妈也不排斥你交男朋友啊，有人追求你，如果觉得不错，因为妈妈是过来人，也蛮开化的。然后如果你有遇到你喜欢的，你也可以跟他交往。他说，妈妈，哪有人家妈妈鼓励自己的女儿交男朋友的？他包括很多男生追他，他还是无动于衷，真的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以前途为主，因为以后呢，如果有一天呢，我红了，人家就会把我以前交过什么男朋友都会写出来。所以在我红以前，我一定不会交男朋友。”我说：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绝不。”他看我这样一路走来，然后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，他会觉得说妈妈很辛苦，然后再来就是妈妈在演艺圈，就是走来一路就是很就是挫折，然后他也觉得说他应该要做好准备，所以他觉得事业第一，工作第一，然后学业第一，然后现在他积极的让自己更精进，对，然后他常常跟我说，妈妈，我不是天才，我是地才。妈妈，你压力很大哦。我说对呀，我想把节目做起来呀。然后他就说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放宽心啦，我觉得顺其自然，反正你已经贵为天后了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你有自己的一些基本的粉丝啊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不管你做的怎么样，他们都会很支持你。你去跟你老公睡好不好？我说，可是我老公打呼更大声，我就是因为他打呼才大声。我才不跟他睡，因为有时候工作回来，除非明天没有工作，我就会跟老公睡。隔天如果有工作，哇，对我老公真的很会打呼，有时候我会捏他鼻子，你别再打呼了。哎呀，把他的秘密说出来了，糟糕。常会就是那算是跟老公分房睡。没有啦，是有工作的时候，当然都是跟老公睡啊，就是有时候隔天有重要的工作，比如说隔天要主持啊，可能就要跟我女儿睡，因为她不会打呼。